Uber 初稿是宣布讲，按算要收购本土的客停车车队、空管大车队，目前是还咧等主管机关核准。在台北的客停车驾驶职业工会是表示讲，因对这 Uber 是对网络系统行即阵行入精线，这是真好的代志。若是公辩会是讲，目前是还未收到 Uber 的申报资料。Uber 也有小黄哦。那叫到 Uber 也要有家己的计程车，初稿透过官网宣布会并购台湾在地风管大车队，延续过去8年合作关系。强调这个并购案会当互风管车队的驾驶更较便利承接 Uber 系统，也对于偏乡的乘客透过平台叫车有帮助。期待可是就看客服啊，跟司机之间的那个联系可以顺畅一点。把皇冠大车队买下来的时候，不管今天是派遣的规范、收费的规范，或者是对消费者端的一些服务客诉的处理，他就必须走到第一线来去面对。他选择皇冠，其实我们不太意外了。台北、桃园、台中、高雄，他都有执照。台北计程车驾驶职业工会表示，欢喜 Uber 对系统上的身份走伫前线，将做车队的一份子。目前伫台湾计程车市场，第一名依然是55688集团，司机的总数28000人以上，市占率共约30%，一票用户数量规模超过720万人。Uber 伫台湾是有配合超过1万名的职业司机，一票是有300万名用户，并且甲超过200间的租车业者合作。那个车队规模是到13000台，会员数有380万人。要选的话。2023年，陆量集团甲咱购整合，就是上准背后2000万会员的咱平台，被拍伫刷订单服务的战场。Uber这个变故，敢会改变台湾计程车市场的竞争优势？有关等主管机关核准。参与结合的事业里面，其中有一家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4，或者是事业结合以后，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3，就必须来向公民交易委员会申报。审查的标准是依照看看事业结合的整体经济利益是不是大于限制竞争的不利益。公辩会表示，目前也未收到 Uber 的申报资料，也补充讲，按照规定，会等30个工作日的审查期，若准认为需要更较深入的评估，安尼个会当延长上至60个工作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